甲咱无求道的一般细小的人有啥差别？可以查做位。有一个差别，就是咱即世，你求道，你发心地不等，你要学习了完。咱是毋是希望即世咱就会当成道等去？一世修，一世行嘛。咱即世就要行啊！老母娘有讲哦，好真言，咱若看过王母问主十界，王母去子十界，内底有写，内底有写。你若毋相信，你去现来看。伊讲6万年来咱的罪过错，你断去了后，心道断去了后，一笔勾销。你着尽量做，你着尽量做，尽心尽力啊，尽心尽力去做。做偌济算偌济，你安全着去，功比过较济。老母娘甲你6万年的规个活掉，喂，有够好个呢。业力敢要放过你啊？听着安尼过一个业力敢要甲你放过啊？安那会使啊？啊，你欠我遐久啊？我找你找过来8冬咧，我欠你遐久啊？我找你找过来8冬，结果你甲我讲你即世要去去啊？啊，你会甲我去去，互你去去，啊，你去顶悬做仙佛，哇，你欠我当时要讨较人时啊？毋甘愿啊！业力敢会甘愿？无可能啊！你无上当个功德，互伊吼，伊无可能答应啊。所以业力敢会紧张？当然会啊。啊，所以咱的济公老师，咱的师父师母，甲神佛，伊骹会安怎，拢会帮咱斗地球讲话啊。所以各位，你想，咱即世就要登去啊，业力紧张啊。伊会真足寒，你敢有认真无啊？你无认真，伊就要来了啦；你无认真，伊就要来了。啊，一般无求道的人呢，业力敢会紧张？袂啊，你也无要修啊。你也无要修，你搁咧轮回呢？你无要修，你搁轮回，后世人搁找你倒啊？想嘛知？即个人欠咱钱啊，我搁简单比一个，即个人欠咱钱，你公司共一个同事欠你钱啊，你平常时就敢伫公司较拄着伊尔，结果吼，伊甲你讲，伊要辞职啊，伊欠你钱啊，伊讲要辞职啊，你敢紧张？会啊，啊，你欠我几万，你无紧张？你会紧张啊？因为辞职人就走去倒去啊，你看你要找伊倒去。所以吼，咱来修道，拄着代志，迄正常的人，你免烦恼。上天该会安尼，互你去受业力的伤害，袂啦。伊照机吼，甲你磨练，互你消业啦。啊，所以咱拄着的代志，绝对比别人较侪。你放心，啊，毋过上天这是要甲你成就啊。哦，啊，所以吼。是即点先甲咱各位前的分享啦吼。祸害就是因为过失伤多，以前伤害大，犯业压过性业啊，就是你伤注重犯业啊。啊，结果吼生活愈来愈袂顺啊，浑浑噩噩的，即句成语啊，我咱了解，浑浑噩噩的。同啊有一天啊，祸害突然间我讲吼，我无拍拼袂使呢，就安尼吼，拢无去吼。啊，无适合等，迄清口关入啊，讲适合等哦，结果10几冬哦，拢无啥物动作呢，超过20冬拢无啥物动作哦，我就想讲安尼袂使，我想话来了解啦。啊，咱伫咱台湾吼，人是毋歹度？伫咱台湾，你爱开出久的时间，除非你因缘落来好，你开出久的时间，我都度一个人呢。啊，咱佛堂吼，爱诚久的时间开咱办道呢。啊，所以。咱若担任礼一个人才，咱若担任办道礼一个人才，讲三宝的，讲道义的，哦，你爱做久较讲一遍呢。啊，咱人才较侪，你爱做久较讲一遍呢。何况吼，迄阵还袂出国，对这个才出国进行吼，迄有可能你一工讲一遍呢。三宝啊，可能一工讲一遍呢。伫台湾咧了关的机会少啊，因为人真正过歹度啊。啊，咱家己佫无认真去度，咱拢靠人去度，咱来去了关了嘛。祸害吼，就安尼生活拢袂顺啊。嘛毋讲出啥物大代志啊，就是拢袂顺啊。
他若无啥物钱啊，他连钱开大家强无啥物钱啊，所以我就讲哦，我无来放也袂使哦。啊，所以哦，互他毅然决然哦，甲阮经理，无头前面就已经是找阮前贤啦，一个是啥物？越南的前贤啦，一个是大陆的前贤啦，我伊拢有熟悉嘛。互我看伊转来台湾，我直接甲问啊，浅显慈悲哦，候选可不可以到越南啊？浅显慈悲，候选可不可以去大陆啊？结果才出主逼啊！伊讲好啊，看你当时甲我讲啊，我就开始准备啊吼，款钱啊，款啥物吼，护照去换新诶，其实足久，伊拢有咧用护照去换新诶啦，啊着讲安尼，也无甲经理报比啊，迄人就去，所以过世啦，过世伫倒位你敢知？去越南嘛，第一个去越南嘛，互我先去找咱台湾熟悉一个啥，一个迄个电脑，我教电脑嘛，电脑班的同学啊，伊伫南越啦，或者是去南越啦，啊，阮混到伫北越啦，我伫先去南越吼，请伊帮我买国内机票。于南越回到北越，于北越时阵吼，互较袂记即甲阮的前田讲啥物？你敢知？讲我是坐国内线啊，你阵也无想到啊。啊，过你知嘛？你去过机场，你就知国内线甲国外线机场敢是分两边。伊毋知啦，阮迄前田毋知啦，因伫国外线咧等啊，啊，互我伫国内线咧等伊啊。因等到尾啊奇怪，人来无伊啊，你手机啊你国外袂用一个，啊当初也无加赖啊，加啥物拢无加。迄吼国内线敢若嘛无网络啊，迄时阵拢毋知啊。啊所以互我伫遐吼，伊找无互我个，等无互我个，敲电话敲去倒你敢知？敲电话转来台南啊，转来台湾啊，找阮某啊，阮太太，阮太太佫毋知，找阮囝儿嘛毋知。找经理啊，经理较伫台湾，阮有经理啊，较伫台湾敲电话讲，我那游泳，伊咧有漫游啊，我接着啦，较讲互我伫啥物啊？伫国内线啊，吼啊然后就安怎？因较麻烦咧前几只吼，佮伫国外线拖出机场，佮倒考一个，各位你就知嘛，你地面袂使安尼考嘛，你爱考一个，佮倒考入来，佮考遐，我较济是啥物啊？伊较去国内线打电话个，啊无吼，开，互我迄阵也袂晓讲越南语啦，袂晓讲话，袂通啊，来去拢越南个人啊，安怎要袂通啊？毋知安怎？伫迄个两号大厅哦，我一直等，都无剩我一个人，所以过世啦。你想要去国外了玩哦，你还袂了玩就过世。这人间吼，我慢慢破过来，你敢知？啊，去大了嘛是啊。头先吼，咱去年啊吼，常紧，无事先教一寡联络的代志，准备好，无经验嘛，我就去倒哩，直接坐小三通嘛，我就讲要机票坐小三通啊。买的是石井实景啊，今日知啊，咱若去过就知，我是要实景，伊有遐离石井较近嘛。啊，结果吼。伫金门的时阵啊，迄旅行社就是迄间复兴啊，啥物我袂记啦。伊讲吼，伊讲石井吼供应伤大，无要开啊。啊，你若无要开，你若搁坚持要去遐，你该等咧。啊，无可能咱等加工啊，因为石井船班吼足少诶。伊就问我讲要去啥物啊？讲要去迄个啥物啊？厦门啊、厦门啊、普通码头啊。我讲好啊。我一下子生气较讲啊，生气较讲啊，结果吼问题就是遮啦。互我用迄个微信哦，甲阮浅讲，互我来传啊，敢要坐啊？结果吼，我就使你办到了。啊，浅无时间来看微信啊，啊，全班去开啊，我就是讲生气较讲啊，啊就去啊，哇，嘿啊，去找无啊，因为无联络着啦，你人过大陆了吼。网络袂通，也无电话拢袂通，我全拢袂通啊！我就想讲，伫普通遐吼，等到1点钟啊，
我想讲哦，啊无来招这嘛，因拢无联络方式嘛。我就想讲啊无我坐车吼，来想办法来迄个招这好啦。啊，拄好有人咧叫客吼，你个什物啊？你个即个什物？计程白牌吼，啊毋叫白牌吼。因遐嘛做者毋是计程车，啊毋过家己咧捡客啊。偌济啊？250箍的人民币啊！我想讲250五尔，你第一遍吼去大陆吼，你会想讲迄钱足少，结果咱习惯，咱伫台湾习惯，然后讲250尔吼，这无偌贵啊。结果吼，尾仔算算讲，哦，那遮贵啊！你爱乘以4.6啊，迄阵爱4.6。哦，4.6。千几箍咧，对于普通坐甲就这样。啊，当然伊有趁较济也无好俗啊。结果去坐这了后，我拢无人啊，因为阵放少嘛，拢无人啊，我就伫遐等咧。啊，网络袂通啊，上害是我手机也佫有问题啦。哦，对对对。剩1点点，剩1点点啊，哦，这尾只嘛足紧张咧，尾啊，佫着又佫敲着个人，迄个走一个人，就是找无合法个人，去走一个人，问来问去吼。好不容易联络到合法个人，终于等到啦。所以互我2遍，一遍去越南，一遍去大陆吼，拢过身啦。害政府迄只紧张啦，所以我咧民本承认吼，伊啊，我咧倒起伊嘛有敢骂啦，啊毋过吼，互我实在对不起伊啊，真正是对不起伊啊。啊，所以咱今日这就比如讲，互我是精神吼，互我走开啊。咱爱虚心检讨，真正是上冲动哦。事先没有跟前线大家沟通好，咱爱事先做准备，这嘛甲咱今日要讲的其中一项，我要分享咱的其中有关系啦。做侪代志，咱爱事先准备好，准备的工作有够多，你的外大大，你要准备的物件有够多啊。所以吼，分享这段合法过时的过去啦。哦，咱过前的分享啊，或许还在学习，我在学习精进啊，确实是安尼啦吼。哦，我今日吼要讲的题目，因为咱重新又规定啊，本来是今年要讲的题目吼，因为咱疫情先受停课，啊，所以吼爱刷来袂就讲啊，爱临时通知讲咱11月要开班嘛，要开始开班啊，交代互我讲爱想一个。新的题目就对啊，啊，所以个真诶，即个题目是互我叫前礼拜前才开始想出来吼，啊，所以内底有一个不足的所在，啊，毋爱推荐的吼，阮无法个吼，啊，毋过这是互我最近的心情啊，学习儒门修道理念与办道精神，在疫情中重新出发，互我有定定咧读论语。所以对论语一寡章节吼，咱有小可体会。伫遐看出咱孔夫子一个圣人伊的精神吼，互我感动啊，真正咧感动。咱吼较有迄个感受讲，我想要学孔夫子，学伊的大弟子吼，伫咱的修道万道上好好来运用。圣人讲的道理，伊是真理啊。咱真咧修持，互我毋知过真个。你安怎？你安怎看家己啊？或者你安怎看家己修了好唔好啊？我咧教电脑，我咧教人电脑，老师会看，我家己的物件你则无做哦，因为咱是电脑教室内底嘛，我会看，你遮你袂晓做，我会教你安怎做，了解吼？我教你安怎做，啊，过一个。咱伫道场内底，你讲修道，大部分嘛拢你家己知啊，你修了好无咧？别人敢知？大部分拢毋知啊。毋是无来佛堂叫做无咧修哦，毋是哦，毋是来佛堂叫做有咧修哦，毋是哦。来佛堂的好处当然足多啊，啊毋过迄无代表你有修无修啊。哦，迄无代表你有修无修啊，所以我咧想讲话过真诶，你是安怎看待使？你家己到底修了好唔好啊？所以互我会讲即个照着儒家、儒门啊、儒门修道理念甲办的精神吼，
是甲咱的修道理念甲精神，利用咱儒家的经典内底一寡章句，互相对照搁印证。经典内底是毋拢圣人讲的真理，你若做的行为，你讲的话，你做的行为，甲经典会合，当然对啊，安知意思无？所以经典是互咱做依归的啊。无师尊也个问题的，咱就问袂着咧。书本嘛问题的啊，咱讲有修道的问题，咱嘛问袂着咧。因吼看袂着，拢伫咱的身躯边看袂着。伊要甲咱成全，要甲咱鼓励，嘛是照伊甲你成全。你无体悟，你嘛体会袂出来。所以咱不得已吼，咱爱对啥？绝对爱对经典去研究。这嘛是咱师尊交代的。师尊有交代哦，伊讲咱这学道理，咱这修持爱用啥物为依归？经典，要去经典哦。咱真吼内容记搁较好，是咱有圣训。所以咱会晓去圣训，咱会晓去经典内底，你去看过去圣人天书因所做的，咱对照讲咱到底会晓袂晓？你对圣训内底圣训啊，内底去看。先分对咱的要求甲分析，你对照咱的行为对不对？做了有够难个啦。所以吼，佛法都会往这方向。所以咱今日佛法是尽量用儒家伊的经典来甲咱做这引证。希望吼，咱会使再出发啦。各位，时间的关系啊，吼，咱直接来看吼，在疫情中什么改变了？咱的生活有改变？有啊，改足多啊。咱的工作有改变，有啊，改足多啊。学校吼，最近想讲疫情伤久啊吼，无较拍拼袂使。阮前8只吼去柳营，咱遮去陪迄柳营遐，火车站附近有一个叫人道亲，阮的道亲啊，有咱伫仁勇游道的道亲啊，去甲访问啊，去甲算交谈啊吼，去甲访亲啊。伊甲伊的朋友开一个越南餐厅伫遐，当然是袂，伊主要是袂做的嘛吼。我看快单食素食的，我会当食白饭的，其他因为咧，迄毋是重点啦吼，人总是爱生存吼。因还袂到迄个阶段，人就安尼生活嘛，人就必要养生吼，迄无紧啊。咱是鼓励伊着来运动。问讲因最近生理敢好做啊？各位敢好做？3月较开始做生理啊。5月中开始嘛，一下子是不是升到3级了？一礼拜了，对发现疫情，搁起来是一礼拜就丢到3级啊。不能内用了，全部的餐厅暂时拢停止营业。对5月中啊，接近5月底开始停到10月，3个月无趁钱。几个月？9、8、7嘛，搁6、4个外月哦。一个月房租偌济？人讲一个月伊租伊房东租因万那个。4个月偌济？6、7万箍呢。6、7万块的房租就无伊啊。你无做可袂使，你的物件去内底啊。护法的工作敢有改变？哦，有啊。我做营的。啊，是讲做营个啦吼，我出去打工哦。咱本来是咧教电脑的啦，3级警戒起来了吼，袂使教。学校是不是不能去了？阮教学的所在嘛袂使去，群聚嘛袂使啊。当时开始停过，5月开始停，阮伫5月中开始停啊，停偌久啊？停差不多4个月，9月迄阵才开始。民用哦，他们9月、10月开始恢复正常。啊，不过咧上课安怎？我那地面罩呢？所有里面上课的人都要戴面罩哦。啊，然后咧，食饭吼爱自备隔板哦，因为外口拢无法度食，外口拢无爱回家就不会自带隔板。上课安尼戴第一要戴口罩，第二要戴面罩。所以有影响无啊？哦，影响蛮多。我3、4个月拢无趁钱。应该讲吼，迄工课停起来啦，这有影响无？
人甲人的关系较有改变，足久无见面啊，大家拢咧等什么？疫情稳定恢复，要去佚佗。所以咱伫疫情，刚刚咱顶摆就讲的，影响有够大啦。上重要是啥物？各位前辈，你的办道敢有改变？啊，互我，歹势，互我拍了无好。第一是修道啊。第一应该是修道，你的修道敢有改变？伫疫情下骹，你敢有共款真正的修行？办道，咱无法度开班啊，所以到上大啊去宣传，有啊，全部拢影响啊。何况吼，本来足欢喜的，好不容易甲咱前辈遮，甲咱负责大陆的经理配合好来讲，哦，咱就一当下咱去一个两个，拢足欢喜的，拢排好啊，时间拢排好啊，结果一个拢取消去啊，无法度啊。啊，所以吼，何况吼。伫即个过程当中吼，我感觉伫安怎开始咧退步吼，所以互我咧想讲吼，咱有所迄个啦。啊，毋过啦吼，伫咧即个过程当中啦吼，咱有一个题目啊，互我有习惯咧看啥物啊？看迄个防疫中心因的啥物？因的记者会啊。我毋知过一阵你有咧看无啊？互我习惯听伊咧讲吼，以后政策宣布咧讲啦。啊，互我先讲吼，互我对政治无兴趣啊。互我对政治无兴趣吼，互我毋是要讲政治啊，我嘛袂支持啥物特别啥物政党啦吼，因为吼，学经典的人吼，尤其你学文理的人吼，你绝对袂，你若有详细体会到孔夫子伊的道理吼，你袂支持啥物人。你会支持一个政策，啊，毋过你袂支持某一个政治人物啊？为虾米？因为你论去看久啊，咱头拢想讲君主啊，啊，即个君主，啊，即个君主，啊，即个君主，咱看人的标准就入伫君主顶面啊。你看咱的政治人物啊，咱政治批评人，咱一支个吼，拢无合标准啊。敢有各位，我刚讲一句话啊。敢有任何的政治人物对以前对你知到真完全无讲袂出啊？敢有人换个做完全承担像君主安尼为改变你家己啊？所以互我佫无看到吼，所以互我吼对政治袂兴趣，咱先讲。啊，毋过吼，互我确实有啥物有看到一款物件。护法的愿，除了还业以外，咱的愿拢伫倒位受到。啊，所以护法伫遐吼，看到一个细节，比如讲，咱进防疫中心的政策吼，对后生是毋是拢无禁止上班做工课？你旧年开始就安尼啊，上班照上班咯。伊是鼓励你要远端上班。伫厝里远端上线去上班，啊，毋过伊敢有讲你袂使去上班？无啊。中国大陆敢有管制你袂使上班？有。越南敢有管制你袂使去上班？有，规个封起来。伊若知影讲你即个村头吼，有人确诊吼，伊是甲你即个村头封起来哦。都吼拢有公安咧保，越南是安尼做哦，所以伊咧封规个封起来。啊，你去上班咧，因某仔改单，啊，你工作上班咧吼，叫你放转去啊，你爱看伫工作内底啊，因为你要转来厝里，你若对会去传恁兜的人啊，啊传来传去嘛，所以伊就叫你放紧张啊。啊，毋过咱会好啊，所以为虾米要互你上班？做侪人规定啊，或者是为啥要去上班啊？因为咱人赚钱，因为咱人你无去赚钱，你要安怎食饭啊？啊，咱经济才会开始出问题。会啊，会啊。所以这是重点哦。第二，伊敢有甲你讲，恁兜的人拢袂使见面啊？无呢。做侪人讲，啊，你哪有好防疫啊？啊，你若等你配合恁兜的人要安怎？
问题是安怎？伊要顾着人伦。你若互一个人，因为你搁无确定你有破病嘛，然后无爱互你看你兜的人，你心内压力敢有大？无人互你讲话呢，含家己的亲人，拢无法度见面，所以无啊。所以伊讲啥？伊要顾人伦啊。我一到听着记者会吼，我到听着记者会讲吼，为虾米有记者问啊？为虾米你无爱禁止厝里的人接触啊？为虾米你无爱鼓励厝里的人伫厝里戴口罩啊？过前日你伫厝里敢戴口罩？你若真正要防疫啊，厝里哪戴口罩呢？啊，无恁兜的人出去外口走来走去转来，人喂互你看要安怎？啊，毋过各位为虾米无爱禁止啊？伊迄个我听了一句话吼，足配合的。伊讲吼，希望国人可以回家享受家庭人伦之乐。哦，我听了这句话吼，这是咱谈伦理较确定的呢。我毋捌听过政治人物讲过这句话，我看毋捌听过，大家拢咧争款，政治人物都在争权争利嘛。敢有一个政治人物，各位你平常你详细观察，你就知影，敢有人讲要顾人伦咧无？这句话当对迄个指挥官像你讲出来，我足讶异的，真正足讶异的吼。过来，开始咧开放的时阵，管制的时阵，伊甲你限制娱乐啊，所有啥物游乐场，啥物是拢规关起来，含公园规拢关起来，啊，个人规定啊。啊，你伫公司为着了，你公司若无规定，我袂使去上班，啊，你互伊啥物啊？你外口袂使佚佗，安尼是讲讲有漏洞啊。啊，过前日为啥物啊？因为爱互你顾经济啊。你限制人家不要去做工作，他家庭如果经济出问题，他靠边走。所以你要把迄个障碍把它降到最低啊。啊，所以各位，伊无限制你经济。啊，毋过伊有严守边境啊，规定愈来愈严啊。禁，你是台湾人，是咱的国人吼，啊，佮啥物有居留证的，会使互你出入，外国人是袂使入的。慢慢会开放，我知影慢慢会开放，但是佫袂使入来咧。越南，伊讲伊互我较关注越南人嘛，因较开始要开放了咧。后生这几个月都袂使哦，完全无爱互你过来哦。最近才开始要开放尔，规定讲你转来就爱啥物注，你爱完整接种啊，你伫越南那边爱完整接种啊，你来安怎安怎。所以咱的边境防守是严格哦，边境防守是严格哦。近慢慢在开放啊，是毋是渐渐开始开放学生？你会使转去学校上课啊？我2个囡仔即摆转去学校咧读课啊。我毋知伊戴口罩，应该可能有戴口罩吼。来是毋是开放？你会使伫外口食饭啊？餐厅食饭啊？是毋过开放你运动？哦，我毋知过前日，对旧年到今吼，伊这严格的规定了，你有啥物体会啊？互我有体会啊，因为互我是学这吼，互我以前学校硕士是读资管的啊，资管是学资讯。资讯就是电脑类资料处理，那叫资讯哦。管是啥物？管是类似企业管理，就是管理学。互我伫遐，我学着，因为我2年都卖学啊，加减有迄个观念吼，互我看着无个，互我感觉的重点，分享互各位咱前人啊。伫防疫中吼，互我看着这个，第一，伊的代志咧做有层次啊。层次啊，轻重缓急分得很清楚，事情在运作有规则。大学也是迄个中文是咪讲，其本乱嘛，啥物啊？莫之者何也啊？咱本来做代志就有一个顺序啊。轻重缓急，你讲顺缓并重，迄是鼓励咱来修正。其实应该是安怎？你敢知？胜一列爱重于缓一列，叫做重胜轻缓，咱有过一条嘛，应该是重胜轻缓啊。啊，毋过你无叫道亲顾好伊的经济，哪会使？伊若无饭通食，你安怎？
伊嘛爱顾家庭啊，所以你嘛爱鼓励伊家庭经济爱稳定落来啊。所以咱较讲算法爱变种啊，其实咧，慢慢，你爱要求家己提升甲众胜亲访，渐进式啊，你讲的就是渐进式啊。你今仔日鼓励人来食素食，你嘛先甲讲，你无食几顿啊，先对食早餐开始。在你查无食者，早餐开始食者，啊，互你接受素食嘛。啊，你慢慢的增加天数，慢慢的食短期的然后习惯，你食长期的渐进啊。所以各位层次啊，伫咱咧升专德性的时阵，感觉有层次，有爱哦。有个人哦，你讲伤深的一定无咧。有个人你讲这伊袂介意呢，哦。就是学校吼有去学粤语啊，咱政府办的课吼，出钱应该讲政府自己的课，学校吼想讲，伊跟我来学团，我恁老师讲的，阮粤语老师伊是越南人啊，伊讲的吼，越南人吼爱食饭啊，你菜搁较歹食吼，一定要有饭。你菜再难吃吼，伊无一定食的，咱台湾菜嘛，你一定要有白饭。因会做欢喜，因爱食饭，因无爱食火锅，闹来闹去，所以其实也唔差啦。咱咧办的，有层次嘛，有层次啊。做事情要不要有规律？咱有规律，尤其咱咧进行一段计划的时阵吼，第二有效率啊，决定就做，决定就做。伊的决定唔是凊彩决定的，既然决定就去做。为什么？伊事先计划早就计划好。时间到，该做爱做。哦，第三咧，有专业啊，真正是专业啦。啊，毋过这个专业是啥物专业？各位知道？你敢知？医事专业啊，这是学校哦，咱咧学管理咧看。各位，你可能想讲哦，他的医生哦，医事专业啦，有差。医生哦，可能对某一个科。什么外科、内科，伊做专业的，无毋对啊。啊，毋过伊敢会晓管理，不一定哦。他未必会做管理，所以医学管理是另外一医学管理是另外一个学科哦。医学管理是另外一个学科哦。啊，所以吼，医生无代表伊晓管理哦。啊，毋过咱知道的，各位，咱知道毋是甲你看病尔呢。你要做防疫。面对的是啥物？全台湾2000几万的人啊，敢毋是讲一个方法就有法度啊？无法度啦。敢毋是讲一个人想无法度啊？无法度啊。所以伊有相当的专业，而且伊毋是一个人尔，伊是规个团队运作的。第二、第四个，伊的防疫强度有适当的调控。所以。咱今日讲的吼，互我分享的，咱等下知吼。你敢有咧做自我管理？咱等下较来讲哦。所以啦吼，第五，伊随时会当调整计划改变。伊若发觉较毋对，安尼做无够，伊记者会就宣布，伊当时开始加强。伊若感觉会使送啊，伊就当时记者会开始，先甲你讲，一礼拜后。2礼拜后，咱买啥物物件咧放上，有没有一个很有规律的运作？还是有。所以学校吼，看着这，咱心内有体悟，因为吼，咱在反省咱家己啊。所以学校有反省着啥物物件？咱讲咱伫道条，修道甲办道啊。修道，你爱有管理，自我管理啊。咱修道家己的代志。你爱有自我管理，办道是团体的代志啊，毋是你啊，是团体的代志。办道你爱经营，所以办道你袂使讲管理，太狭隘了。所以修道爱管理，办道爱经营。管理就看你有一个方法，所以各位，咱人爱管理无？你若以前毋是吼，咱正开始想看觅，互我讲的较有道理啊。第一，学校写是简单几句啊，讲几个题啦，咱后条继续讲哦。生涯要不要管理？生涯要管理啊。
足侪人吼，互到50几岁啊，足侪人60几岁讲伊老啊，啊鼓励伊来学电脑吼，当然我毋是讲每一个人拢爱学电脑，我是讲吼，啊无你都无代志做，应用无代志做，啊无你嘛学一寡物件，你嘛学一寡物件，啊无你生活一天24小时，无足无聊啊，哦，啊咱着鼓励啊，伊讲袂啊，我着老啊吼，放好啊，过真诶，分得台湾平均岁数几岁啊？我无印象，我记咧查过83岁，越来越久啊！你若60岁吼，过真诶，你过活20几冬诶，20几冬是囡仔伫细汉到大汉，20几冬毋是足紧诶过呢。咱即个科学较进步，医术较进步，咱台湾阁是全世界大家学了咱有健保制度啊。咱台湾，我看网络上 YouTube 大家拢讲哦，你足羡慕咱台湾人，你毋免烦恼看病，确实啊，咱看病足少钱啊，咱有健保嘛，看足钱啊。伊讲因有人去美国看一个病手术爱几十万美金哦，换换台币咱200几万啊。所以出国有人看病，真正有人看病，够好啊。所以各位真诶。咱的生涯你若无规划，浪费生命。我是安尼讲啊。第二，咱的生命本来就有阶段性啊，爱管理无？一个学生对国小、国中、高中、大学，甚至有诶人大学啥物硕士，你若照伊的年岁，嘛敢差不多25岁尔，24还是25岁，这算伊人生的。伊个求学阶段，求学阶段敢有法度一直持续下去？有啦，总是爱改变的，总是爱改变的。人生会有阶段性的。你若无做生涯规划哦，你的人生很容易失去目标。你的人生，所以生涯爱规划无？哎呀，经济爱规划无？经济更加爱规划。互法吼，咱的工作性质吼。有时阵有电脑课，有时阵无电脑课。我主要是做教人电脑嘛。有时阵有足侪课，有时阵应用有代志做，完全无一定啊。对我来讲吼，无课的时阵，咱是毋是就无收入啊？你着爱伫啥物啊？你若一时搁找无打工，无好用打工吼，你个月完全无钱哦，真正是安尼哦。互拍着爱教。趁较侪钱，迄几个月的钱，袂使学袂开啊！欠起来，无工课的时阵，较有钱通用啊。经济爱管理无？爱管理啊！你若有一个愿，你若上学校，咱有一个愿，学校要过前过遮出去外国外学习，去大陆遐甲学生结缘了愿，爱机票钱无？普通位咧，去遐吼，袂使食人个咧。哦，我个习惯是安尼哦，你去遐吼，拢食不长个啊，食不长，困不长啊，比无付出一块，加减啊，咱嘛知死一个。你出门也免烦恼，这也免困，出去去带不长，你当然赚钱学不长。所以出去学习了完，先煞搁知死。无做一点点啊，大家咱有迄个心啊，所以爱欠钱无？咱有一个愿啊，咱有一个愿，你爱用你的愿去徛迄个钱无？所以经济爱管理啊，咱的人际关系啊，你的语文敢爱管理啊？咱儒家讲的嘛，君臣父子亲子那个君臣父子。夫妇兄弟朋友，爱管理无？伤久啦吼，伤久无去找陌生诶，就像咱咧开班共款啊。你讲你要成全一个人吼，你讲你要成全一个人，你若无定定甲伊接触，你要邀请伊来一班，敢要听你诶？非常困难。这是无法你看阮咧。越南，阮咧鼓励人去越南斗阵来的时阵，伊
伊就是安尼想啊。所以你感觉该经营迄个关系，爱管理哦，管理哦，你要进行管理哦。所以这是简单比几啊个，咱要有一个管理啊。道场爱有经营的，人际关系要经营的，你家己的愿力讲做经营，各位真诶，互我这用词，咱可能听较无习惯啊。互我经营的意思是讲，你敢有计划啦？咱讲来活动了完，你敢有替家己拟定一个计划？你要做到什么程度啊？你讲在西，咱讲在西好啊。为什么后学会写3支强度？其实写袂完啊。为什么后学会写3支强度？上面叫做强度。你有钱通在西当然是好啊，那个很好。你在西有功德啊，那无好。啊，毋过你在西了，应该互你生活困难。你是要啥物？一下子投入很多，还是你要细水长流？这拢有好有歹吼。我是听过有一个前辈才讲的，伊讲伊伫公司咧上班的时阵，伊的朋友啊、同事啊，伊甲抱怨啥物啊？伊讲吼，阮实在一个恁到场的，伊要鼓励伊来合作吼，讲实在恁惯倒的啊，好，定定借钱啊，讲这有啥物借钱啊？我退休啊吼，退休金来了，我定咧借钱啊，为啥物啊？伊讲伊退休了，伊就退休金关落倒着，伊就退休金关落倒着啊。然后伊就无钱啊，解啊，伊就爱定定来啥物啊？来啥物？来讲借钱啊！啊，这各位，你要发生了完，无前辈才来甲你主动。逐个嘛想讲你有功德啊，问题是咱家己爱看家己啊。你的能力到啥物所在？你未来的生活你是安怎过？爱管理无？经营，这个你要有计划性的经营嘛。所以，互我伫咱的防疫内底吼，看出这几样物件，所以今日开始这第二个甲咱做一个咱的朋友。好，我们要学习管理，我们也要学习经营啊。首先呢，修德爱管理。那后续引用的是一些我们经典里面的章节啊，这各位姐姐来一点就行了。头先加咱要建立。你要管理自己之前，轻重要分清楚，轻甲重你要讲得清楚。咱人输赢啊，所以我第一甲讲，你爱对自己才是啊，你爱甲你人，你要做自我管理之前，你要把你的核心价值想清楚。你这世人，你是要建立一个。啥物啊？美好的家庭，还是你要创造一个啥物？开创一个趁钱的事业？各位真诶，你的人生目标你甲看伫啥物所在？咱来活动学习，各位真诶，你嘛知你的目标伫倒位？各位真诶，你敢有法度甲你的目标讲甲足清楚诶？前辈才有来咧鼓励，咱敢有迄个体会啊？各位姐姐，咱的目标伫倒位啊？咱的目标是生活咯。你既然踏入来修到这条路，你千万唔通袂记得咱的目标生活。生活它是最后伊的阶段。生活了后，敢是结束啊？唔是。生活了后，你既然生活啊，你敢搁爱落来度众生？哎呀，你拢生活啦，你无救众生，啥物做啊？佛是上慈悲的呢，佛的慈悲是圆满的，伊无可能佫无来落来啊。所以过一个我常会讲的，释迦牟尼佛落来有袂啊？你敢知？释迦牟尼佛伊落来人世间实现成佛8000几遍，8000几遍呢？伊要对凡夫俗子修假佛，你看伊偌久？伊来人世间演即个戏，演8000几遍，演互啥看？演互咱看。恁袂晓修啊，我教你修。我看无，我做互你看。佛就是安尼哦，伊做互你看哦。伊毋是讲用嘴甲你讲哦，伊是互你看。伊着观察，伊讲你讲袂听嘛。
因为你听无嘛，所以伊就做互你看。或者是啥做逼啊，你袂晓做，伊做互你看。伊搁陪你修咧，伊有陪个地主修无？有啊，伫人世间磨得了，跪得了，该开悟了，本来要转去啊。伊个吼，人更加老落来，人讲话搁讲40几担嘛。所以各位，你的目标对倒位，这个是立命啊。你甲你的人生的价值规对倒位，你爱绝对先甲找出来，建立你的核心价值。咱要进行管理，你唔知你的核心价值，你到底是要管啥物？你若既然，我记咧啦吼，你感觉我人生就是咧创造一个事业，好的事业吼，你就爱针对伊的条件，你爱甲建立起来。我的核心价值就是我要一个很好的事业啊。啊，当然迄是无好的，我是安尼讲吼，举例啊，咱今日你希望会当生活，这就是你的核心价值。你这核心价值确立了后，你就开始立命了。所以以咱的《论语》内底有一句啊，子曰：“不知命，无以为君子啊。”君子是咱《论语》内底，伫咱儒家内底，伊的境界相当到菩萨的境界。儒家的境界几个？圣人下骹就是君主哦，圣人下骹就是君主哦，君主下骹咧贤人啊，贤士啊，啊过来咧，啊就去看伊啥物啊，安尼一站一站来。所以各位详细看，这是佛法的心得吼。你咧看《论语》，孔夫子为啥物对一个君主要求遮侪？你详细看伊的要求，你若达到君主的境界，其实你就是儒家所讲的菩萨。菩萨离佛一站呢，就是一阶而已，就是一个就上去一个阶级。所以圣人、君主离圣人一格，你想这个，我差一站尔啦。所以不知命不为君子啊！你既然要修道，你唔知你修道的目标，你的立命力在哪里？安尼你命到要怎修啊？有没有？所以取出你的核心价值啊。那这个命呢？哈，这个命或许简单用3种。第一叫做天命，天命是与生俱来、永恒不易，这个易就是改变啦。最重要是讲讲天命、智慧性、率性、智慧道、修道、智慧家，各位，这咱已经听过几落遍，足熟的。往三宝嘛咧讲啊，你咧办的时候，你讲嘛，你讲经典嘛咧讲啊，平常是讲书嘛，你在运用天命、智慧性，所以唔能怀疑咱的自信，对天顶来，伊原底是圆满无污染的啦吼。啊，所以叫做天命啊，所以第一种叫做天命啊吼。啊，第二咧，宿命。你有天命，迄是咱的本质，所以你有富，你有福，菩萨甲咱共款，迄是共款。第二种叫做宿命，宿命是随着天时而变，随你的身份有差别啦。学校才减拍字，歹势啦。学校迄个吼，一直咧减载，拢减字吼。什么叫宿命啊？各位前年，咱即期来遮，你已经听过足侪前辈才讲啊，咱的宿命是啥？第一，你爱家己修道，咱爱修；第二，你爱办道，爱办道啊。这是其他的教门无的哦，办道是其他教门无的哦。所以其他教门吼，伊的修，各位前年，你千万唔通去学袂入去哦。你唔通讲人咧修啊做好哦，安怎哦？你袂记即家己的身份哦，咱的身份无共，咱培养地主的身份无共，不止你爱修啊，你搁爱办道。办道吼，咱等下讲吼，等下讲着吼，你搁爱办道。所以咱即期的使命，除了你家己一定要好好修以外，阁有一个使命，就是你爱助办天道，千万唔通袂记。你唔通讲我伫厝里一啊，好好修就好啊。你唔通讲我来香港了外，我家己一项做就好啊，家己好就好啊。你无看着你身躯边啊，你受苦吗？
所以你爱甲即个使命随时记伫心顶，咱即个命吼，第一，虽然每一个人的本质是共款的，咱的自信拢是圆通，大家拢共款的。毋过咱即期，你有因缘来培养个道条、求道、修道，你就有即个使命。所以各位姐妹，有四字啊，互我最爱讲的，白羊天使。互我吼，拢最爱用即个名，讲家己是白羊天使啊，用这个来当我自我的期许啊，各位。因为咱家想无共，咱有一个使命在身。一般来讲，敢有使命，大部分人拢讲我好啊修啊，我修好才来救众生，因拢安尼讲。我修好才来救众生，我再修无好啊，我是要怎救众生？各位真诶，即句话讲敢有道理？有啊，有啊，有互我是要可耻啊，过一个你尽量回答。互我讲诶是讲，因咧讲无毋对啦。问题是，个人的因缘无共啊。你有因缘踏入咱培养期白羊道场，你就属于你的使命跟他不一样。有一边，别个单位咧开发会啊，有一个迄是国外道场，国外佛堂啊吼，道亲，过者较捌听过吼。有道亲哦，老师领导，道亲问老师啊，讲老师慈悲吼。那个慈济吼，慈济各位拢知嘛？我毋是要批评，我是因咱的属意无共。比如慈济吼，名声那么好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学他？各位姐妹，我不管吼，咱是莫讲咱台湾对慈济的评价是2级啊，咱是莫讲这，人较实头咧做这代志啊，名声嘛名声嘛袂歹咧，在一些人眼中是很好的哦。啊，毋过各位使命无共，老师教回答，老师行3年，伊迄部长内底行3年，甲讲吼，你们的使命不一样。他们现在在做的事情，你们前辈子都做过了。因这些行善布施代志，你毋知做几世啊？你无做几世，你几世哪有法度求道啊？过去咱经修足久啊，你敢有法度互你求道啊？哦，啊，所以他们做的事情。他们在做事，你们前世都做过了，你们这一世使命是来办道，所以各位姐妹无共。所以上面里面，第一，较伫你家己的本质，咱就是不了，这无问题。啊，毋过第二，你要认清咱身躯顶拢有使命，你绝对要清清楚楚，咱有使命，有使命就有使命，家己完成的代志伫遐，你有一个责任伫遐。有一个是啊，第三个这宿命啊，宿命各位知，这个因缘果报，嘛是你的命运啊。咱中庸内底有一句话叫啥？人皆曰愚智啊，趋而纳诸蛊惑陷阱之中，而莫之辟也。人皆曰愚智，则乎中庸而不能激越所也。各位，你是咧讲啥？讲因果啊。为什么咱人修袂着？为什么咱人修袂着？你的因果甲你挡掉，你的业甲你挡掉。大家拢讲伊聪明啊，伊有做有地位啊，啊毋过安怎？伊就偏偏即个代志伊袂使做，即个代志伊做了了，伊会做因果，灵感当下来讨啊，伊毋知，伊毋相信，伊讲伊足巧的，结果讲真正爱行，当然爱行啊。世间哪有迄个少钱免钱个？你搁就算人无爱互你用钱，人家你嘛爱借个因缘，人行啊，形式无共意啊。是善缘，善缘就有善缘的；善缘有善缘还债的方式，善缘我们就比较在意。善缘咱无叫做济啊，但是有没有因缘在？有啊。大家互相好来好去，迄无叫做欠债啊。但是会不会有来往？会啊，你们会碰上。所以第三个是宿命啊，所以各位咱在人生咱家己有这3种命吼。过来，除了你认命了后，你人生就家己生活了后，各位咱修学道，或者说自我管理嘛，咱即个自我管理嘛，咱逐工有咱的本分事爱做，咱的本分事，互我借着啥物啊？
论语内底即句话，伊讲弟子入则孝，第一字就是孝嘛。各位听过这条片啦？哦，所以我是过去呢，我要解释哦，就是大家都知道了哦。第二呢，出则悌，悌道啊。入则孝，出则悌。悌主要就是友好，你要甲别人啥物保持友好的关系。看到长辈，你要尊敬；看到下辈，你要照顾；看到同辈，你要安怎？互相扶持鼓励，这个叫悌啊，这个是悌道啊。谨而信，泛爱众。谨，不归第15条叫啥物？谨言慎行。谨言慎行啊！有几讲的甲有你讲的共款的，意思是相通的啊。所有言行举止要不要小心啊？哎呀，你要小心你的言行举止有没有违背真理啊？圣经讲的，空无出去啊！你讲，叫你谨慎小心，啊，毋过各位，大不内你要谨慎啥物？都简单一句话，你袂使违背真理啊！你袂使违背真理啊！这个谨啊！所以小心谨慎，你所思所想，你所讲的话，你所做的代志，无一个物件会使互你违背。你若过会了，啊，你会成就啊！谨而信，恭维有信用，说到做到，从一而终，从来没变，这叫做信啊！所以各位内底吼，讲一句话吼，咱就学几项啊，其中记的，这拢是咱的基础。平常时，咱爱逐工做，逐工反省咱家己啊。真主伊捌讲过，吾日三省吾身啊。过前日，咱敢有咧反省咱家己啊？我承认啊，我无啦。害啦，拄伫啊想一个呢。啊，毋过这一次疫情以来，后学一直在反省啊，因为心脏血管哦闷了2年。后学一直咧想讲吼，害啊，真正后悔啊！当初若去大陆的时阵，事先有做啥，咱进疫情的关系，咱的影响会减少啦。像我简单举一个例啊，去大陆的时阵吼，也无留下联络方式啊，拢袂是啊，你留下联络方式哦，你也无定期甲问候啊，你不该袂是？久了就会忘记啊！我讲的人际关系爱经营无，一定爱经营，你无经营，你立刻是人家反的啦。所以互较疫情之下，大家又要相好，做稳准的，真正稳准。互发最头个咧想的吼，拢是想讲免怎了吧？免怎度人，免怎生存，免怎了？为什么？因为这1、2天啦，做了伤少啊，家己搁害。咱等于咧退步咧，时间一天过啊，对惊人咧。去年过年的时阵，我想讲下半年就好啊，结果下半年到的时阵，哇，无结束的情况。我想讲啊，明年过年就好啊，今年过年就好啊，结果过年的时阵，哇，国外乱七八糟，你嘛是袂使出去啊。结果到5月的时阵，想讲啊，无上少台湾稳稳啊。结果到5月时阵是搁一波疫情，哇，含咱家己台湾拢啥面临很大的压力啊！所以一份各位前年近11岁啊，一天已经过10个月啊。你若比旧年开始算较近哦，2天要过啊。搁无偌久就过年啊呢？11月、12月、1月来，2月就过年啊，2天过啊。离修道反的境界，无啥进步，不准啊！所以我讲不准是真正，所以咱要反省，所以我来反省了后，看这些题目出来，其实这是后学自己在反省的一个那什么，一个心得，甲咱做一个影响。所以咱爱做好咱家己的管理，入则孝，出则悌，谨而信，泛爱众，而亲忍，行有余力，则以玄稳。你嘛是爱去学啊，咱就讲你学啊。所以来，咱有本分事，你逐工爱做。
工做，逐工反省家己，你家人咧对待的时阵，你敢有做无好的所在，逐工反省，精注圣灵的功夫，吾日三省啊！咱现在反省啥物？各位人，咱现在反省啥物？看你家湾到底啥物所在？十条台湾，咱对住倒去住倒去吧。你嘛听过政府遮咧鼓励讲，十条台湾是菩萨湾，你只要十条台湾完全无违背，你做到啊，你绝对成道啊！各位人，十条台湾你敢念袂出来？我毋是要歌词啦吼，咱知就好。哦，我等下讲一个紧张，我嘛念袂出来啊。开玩笑的啦吼，咱定定咧参与办的，咱就知啦。自然语言咱就理解。迄是咱的愿呢，各位真诶10条大愿，迄是你立的愿呢。你袂使袂记起来，爱做无？爱做啊！无做诶，反省、检讨、改进，重新再做。所以真有主曾子圣人伊反省3件代志，咱来反省诶，咱来反省呐。第一件，愿力有了。各位姐姐，这功课咱家己做啦，我也是提醒一下吼。所以过来，咱爱时时去学习啊。学而时习之，各位姐姐，你《论语》第1句你听过？为什么？你爱提升你的价值。你有你的想要做的代志，你有你的愿伫遐，你爱提升你的价值无？当然爱啊。无会安怎？为什么要学？孔子捌讲啊。生而知之者上也，学而知之者次也。混而学之，又其次也；混而不学，民师下矣啊！上重要的是尾仔句啊，过真诶，你若拄着困境，你无去学习，你无去突破，你永远袂进步。学校咧教人电脑，学校当然鼓励人去学习啊。电脑其实无啥。你定定用嘛？你定定甲用，你会学起来。有专门人要教，你付出时间有专门人要教，加减啊学过。为什么要学啊？护法要上课的人，拢是失业的，短期失业、长期失业，有人是长期失业哦，就是伊伫找无啥物好的工作。哦，长期失业啊，伊咧学的时阵，伊去找头路。第一，学历不好。第二个没有专长，第三呢，为公司要求爱会晓用电脑，伊就袂晓啊，伊就袂晓。所以护法吼，以前吼是读甲工专啊，迄个万能足厉害，迄个万能，毋是啦，是伊个字叫做万能哦，中立桃园中立的万能，是咧。就毋知咧学着是伫遐，伫遐住2冬哦。二专哦，迄阵吼，以护法迄个年代吼，二专算袂歹啊。所以护法学了后，会使去教电脑，去做工程师，迄无问题咧。开始教电脑了后，教差不多5冬外，要10冬，5冬以后吼，护法嘛毋知啊。咱台湾的大学生愈来愈多啊，愈来愈多了后安怎？越来越多的时候，变成后学的学历不够，学历不够，伊无法度甲你排入师资哦。咱咧上电脑课，伊迄是甲政府标案，标案里面要明列你的课程计划，你的计划要写得清楚诶。啥物课，啥物课，啥物课，啥物课上几点钟，啥物课上几点钟？这个课是倒一个老师上诶，这个课是倒一个老师上诶。这个老师，伊是几岁人？伊的专长是啥物？伊的学历是啥物？有诶爱写甲足清楚诶。为什么？政府要审查，伊要审查啦，要比较啦。平有3间咧竞争啊，伊爱看你的计划写安怎，伊爱看你的师资有够无啊。护法迄阵甲2专的学历啊，护法家己无感觉。无去注意啊，这叫做啥？家己伤害在，无伫这方面伤较认真去看待的吼。所以护法
有一段时间有几档的时间吼，因为学历不够，伊无法度甲我报去师资啊，所以互我的课足少的啊。后生互我佫毋知呢，后生互我佫毋知呢。啊尾仔吼，常常的吼，我无来读册好啊，迄是家己互我想着讲去读册。二专呢，无大学学士的学历啊。结果伊迄资讯吼，阮咧是上职业训练的课，伊规定讲老师上即摆大学毕业，最少大学毕业，刚开始无规定啊，工专就会使啊，尾仔是毋是资格提升，环境在变嘛，所以互我伫迄几当遇到困境啊。啊，过一年你也想了，如果候选没有再去读书，提升自己的学历，互我真着无咧教电脑。啊，互我迄阵怎想着咧，我就去教。教的时阵，你去的时间投入伫学校内底啊，你上的课就较少了。所以那几年哦，收入都很少啊，没什么收入啊。可是哈，就是这句啊，混而不学啊，混而不学，名师为下矣啊。你工课你无变袂使，啊，愈变咧，因为你无提升你家己价值，是毋是愈变愈歹？一定是越来越差的啦。你到尾啊，就敢会当用劳力去找工课啦，除非你有足高的背景啊，就是你有实在足好的人，啊，伊要甲你照顾，这个是其次啊。我讲是社会现在的状态，候选自己就遇到了，所以候选看到这个哈，体悟深刻了，混而不学啊。过一年，咱拢知影因果，会互咱生活遇到困难艰苦。当然，绝对袂啊！别人拄无着，你拄着，迄就是伊的因缘啊，伊的因缘，伊无做迄件代志，伊无做你，伊无啥，伊无你做迄个因啊。咱做着迄个因，你当然爱受迄个报啊。所以咱这世人，人生在世，你若拄着你的生活有啥物无好无好的所在啦吼，迄拢是因缘所致啊。你既然了解因果，各位困啊，咱是毋是去互因果困伫即个人世间？你若无伫即个环境之下，自我突破，名师为下也。你注定爱去四生六道轮回啊，圣人嘛无法度啊，啊你就无爱啊。所以圣人甲咱讲的话吼，完全正确，你就是真正拄着困境啊。你拄着即个困境了后，你家己若无自觉、自悟啊，自己警惕自己、刺激自己，你绝对要改变哦。你吼名师为下，所以各位学而时习之，咱希望提升咱家己的价值。哦，啊，佫有孔子佫讲的哦，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为人做爱想，为人做爱想，可是他没有去学。后学以前有个同学。后学有几个同学，他说哈，他要学佛，他喜欢研究经典的知识啊，家己想啊，过一年家己想安怎？除非你想六祖吼，除非你想六祖慧能大师，迄有书面人个，有人甲你点化吼，啊无你要想甲出超生了死的道理，迄是偌困难的代志啊。所以学而不思则罔。你学一个物件，你若无好好用心去想，把伊融会贯通，无菜啦，你还是学不会啦。反过来，有个人规工都遐想空，想这，你的想法足多，问题是你无去学看要怎甲落实，你无学看你这讲的是正确的，还是毋对的，那有效？无效啊！好汉哦，学粤语啊，我就是讲要学粤语哦。头先拢自学啊，啊有时阵有人有来迄个啥物啊，越南道亲吼，咱个加减仔问几句啊。啊问题是你安尼学吼，你无够用心，无够认真啊。啊越南道亲佫无啥会晓教，为虾物？因无方法嘛，伊嘛毋知你要学啥，伊就甲你讲你问啥，就甲你讲即句，结果吼学过来当无啥物效果。哦啊，今年。去报一个什么台南大学，我头仔讲的，我的粤语老师啊，粤语老师都厉害哦，伊读博士哦，
这是互我鼓励咱来实习的目标啊！吼，伊十几年前啊，吼，伊讲2000几年啊，吼，伊来台湾做工课，伊伫越南读啥物？伊伫越南读大学，来台湾做工课，做好了后，甲咱台湾人有一个啥物感情啊？有感情之后，他就怎样结婚了？伊结婚了啦吼，伊结婚了开始伫台湾读册咧，一个越南军岛。咱讲军岛，其实我嘛知伊军岛无军岛嘛。伊伫咱台湾读册，伊本来有大学啊，咱台湾认同，所以伊硕士开始读，读了后去读博士，今年拿到博士学位了。哦，博士呢，成功大学的博士呢，无简单哦，不简单。伊讲，我前几工咧上课，拜五拢拜五上课嘛，伊甲讲啊。我特别甲问我清楚诶，因为吼，咱讲书袂使学袂讲，我特别甲问我清楚，伊讲有14档，硕士加博士有几档的时间去学，读了14年，看一点，14档诶，14年，因为工作嘛，因为要顾经济，当然那怎，伊无法度上专心伫去了那学业上，可是他永远没有放弃哦。你从来无放弃，你绝对有小可有进度。你有进度了，时机到，你就会自然达成啊，无简单，真正无简单啊。所以伊进吼，阮迄粤语老师吼，伊是咱台湾，伊讲吼，伊讲政府有发一个证明互伊啊，讲叫啥物啊？具有特殊专长的国外人士哦，我迄个专名我袂记啦，伊会当安怎？你敢知？伊会使拿身份证，咱台湾的身份证，不需要放弃越南的国籍啊。因为伊有特殊专长，哦，伊有特殊专长。伊讲全台湾几个5个尔，过来台湾的袂少哦，可是他是只有5个拿到这种证明哦，所以伊进得上双重国籍哦。咱台湾袂使双重国籍嘛，可是那种专长它允许啊嘛，所以各位。咱人吼爱随着咱的啥物啊？就是咱的对待。所以吼，虽然《诗经》之内底有讲着啦吼，为啥物要学？孔子伊家己讲啊，吾终日，吾尝终日不食，终夜不寝，以思无益，不如学也。为敢无食饭？认真想道理啊，各位认真想道理啊，规暝拢无困啊，认真想道理啊。用来想以思啊，孔子甲你讲的哦，以思哦，无益啊，一点帮助都没有，不如学啊。各位讲辅助已经遮厉害啊，伊嘛是该学啊。啊，其实咱想也知，伊是早期去倒位学啥物？贵体杏林，尧帝、舜帝、禹帝因所留落来啥物啊？礼啦、乐啦，伊去学的。伊有去拜访老祖无？有啊，会学着物件咧，学着搁较多，学着搁较好诶。啊，所以爱学无？爱学，咱人无学袂使哦。所以咱各位真爱学哦。所以简单做一个这边部分哦，做一个总结跟各位鼓励的。你有啥物要学？第一个去扩大你学习的角度，你难以突破咱人生与修道的困境。他稀奇如处啊，确实是如此哦。只依靠自己学习，只依靠自己思考，不学习会怎样？危险的不一样哦，真的是非常危险的。那要学习什么？各位拢知啊，咱爱学真理。你爱学真理，勇敢的得行啊！啊，啥物叫做德？德是修道，咱自修来讲。德叫做必爱有美好的行为，叫做美德啊，那叫做美德。所以咱会当伫经典看到足侪圣人分主伊的美德。你爱学习咧，那个叫做什么？那个叫自修啊，自修身，你爱养美德啊。你得伫办道来讲，叫做啥物？你爱做对众生有益处的所代志。
即句话讲就简单啦，关键的问题是，你咧甲人接触的时阵，你的心念敢有达到即句话啊？你今仔日咧甲人讲一句话，你感觉即句话对伊敢有帮助？咱讲日常时的开讲，迄是开讲，你敢有心想要去增加、提升，帮他解决问题，敢有人帮助啊？你若是规工到啊所讲的话，拢对人无帮助，啊你讲的话拢无意义的，没有意义啊，真正没有意义啊。所以这是简单理解来讲，咱规工到啊咧做啥物？所以我甲你反省啊。我对疫情的时阵开始吼，啥物代志拢变啊，因为你甲人接触是拢无共啊，啊你活动吼，有开班，无开班有开班限制，有年嘛限制嘛，有年有限制一段时间嘛，啊咱今年佫限制一段时间嘛，伫咱咧过程当中，我感觉家己松懈了啦，所以吼，咱家己咧反省，所以才会安尼想，所以咱会想着讲，哇，我这2当来吼，我无了，我根本没有做一些对人家有益的事啊，安尼敢有对啊？没有呢，欢乐啊，所以我话题做欢乐的，所以咱咧学真理吼，来用咱的德行啦吼，所以公务即摆讲过是个啥物所在？哦，啊，毋过即间迄有关系，咱先看一条啦吼，这是真实的吼，所以咱读书的态度啦吼，反正各位前年咱会知，咱就是要读真理啦吼。那读书的态度，伫咱《论语》第1章捌讲过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乐乎？这是一部功夫啊，各位前年，这个是一个功夫，或者不是随便讲，这句话就简单，这个道理大家拢知啊。啊，毋过各位，你要去做无？你要不要去做？你要不要去做？你说经典很难背啊，咱这已经是要读经考试啊。你讲经典怎歹背啊？过一年我有一个经验，你只要一部经哦，逐天甲念一遍，每天跟他念一遍哦，你就会背了。一遍就好，一遍就好。你爱逐工读无？你毋通讲哦，我今日较硬哦，我甲读10遍，我甲未来10天的分读的吼，我未来10天拢无读，千万毋是安尼，我意思毋是安尼啊。咱的功夫叫做啥？学而时习之。这个学而时习之，有啥物佛法甲讲是一部功夫呢？因为伊是易经64卦有一个卦叫做恒卦。叫做恒卦，恒卦是恒星的恒，恒卦是恒星的恒。伊甲你讲，你要成就一件代志，你要有恒心。道理足简单啦，问题是要做困难啦。你要成全这个道心啊，我讲的，你要成全一个人，对无求道到求道，对求道到愿意修道，伊愿意来学堂，愿意学。规个节做咱道着的人才，愿意亲口说实，愿意去大忏悔，愿意去啥，修佛堂度人，啥物人代志愿意做，这敢是一工做会到的？敢是你甲讲一句话，讲半点这个道理，讲一点这个道理，伊就有法度达成吗？无啊，伊可能在5天、10天、15天、20天，甚至在30天以上。所以你要有恒心无？爱，你要很有恒心啊！有一件代志，各位真人，咱逐工咧做啊。你若逐工无做吼，你活袂遮大。啥物代志啊？你逐工拢食饭啊？到有人囡仔有10分才会大汉，没啦，各位真人，我们都很有恒心哦。我们很有恒心，每天吃3餐啊。实在讲，咱有啦，咱人本来就做会到，佛法半开玩笑，但是这个也是真理。为什么？我们确实每天都吃饭喝水，有工作有睡觉啊。咱人这个身体太顺着，迄个你安尼慢慢啊成长起来啊。还了解什么？啊，所以吼，学物件的态度，就是学而时习之啊。
其他吼，各位一个咱有救较紧去救啦吼。所以啦吼，学校该用即个物件吼，甲咱各位一个，因为时间吼差不多要到啊，学校难拖啦吼，学校有一个毛病吼，就是伤啰嗦，这学校家己毛病啊。所以吼，我们这次准备的资料是有点多，我要跟大家做一个广告。各位姐姐，你爱为咱家己计划，你要立下一个计划，不管你要做啥，不要违背天理，你要做啥拢会使。当然，学校是鼓励咱伫信仰爱有成长，爱有担当。圣业我们要承担，也要有担当，因为圣业无甲你算薪水的，对无？你去外口做工课，咱讲趁钱嘛，你伫有当内底了外口咧趁钱诶，反倒当爱杀钱诶，咱做欢喜杀钱就去诶。所以各位姐姐，你爱有一个计划性。你伫咱修办道的路程，你才有法度长长久久。第一，你爱为咱家己画出咱一世人修道办道的蓝图，这叫做生涯。咱讲的生涯是咱反教咧讲的，我做人生生涯规划，我做学习生涯。什么叫学习生涯？我要先读国小、国中、高中、大学。然后我要国外读研究所，读研究所了后，我去考啥物？读博士，博士了后，有一个博士后。这叫做学习生涯的规划。阮迄个粤语老师，伊讲伊吼，学校嘛真正配合。伊讲吼，伊毕业啦，博士三年嘛，博士的学位三年当然毕业啦，啊，佫去咧，伊拍个项目项目啦吼。伊顶管无物件，那就没有东西了。所以伊讲伊要学啥物，伊敢知？吼，我要去学啥物语言，伊要学啥物？所以伊讲伊真咧想讲伊会，搁来要学啥？只要有精进的啦，是讲伊精进咧学各项东西啊，爱有排呢。伊学物件认真投入，所以伊学物件拢会成就。啊，所以对你有计划无？咱来活动。听道理学习，啊，毋过学校有讲过啊，头先，学校就讲过啊，咱修道的目标是啥物？成佛啦。你敢有为你成佛这条路画出你的蓝图啊？各位姐姐敢有啊？若无，咱互相勉励，因为学校嘛搁咧画。学校个咧话，学校要对前规则出去国外开放，那是候选的蓝图其中一项。有好做，也无啥好做，因为迄毋是一工就解决的，迄毋是一当出去一遍就解决的，那个不是10年、20年会有成就的，因为还未达到学校的目标啊。但是那个规划在候选蓝图里面，所以咱道场内底，咱拢安怎讲咧？各位，你敢会记得咱遮有清口？咱做侪拢台湾清口嘛吼。哦，我紧哦，互我假设咱台湾拢清口啦吼。咱清口一张表顶悬有啥物悬？第一，啥物？谢佛等那是这可以才是。第二，导人。第三呢？谢佛等。第三个是什么？摄活堂。摄活堂。第四什么？开放。这个叫做蓝图啊。所以其实咱道场早就帮你想好啊。为虾米要做4项？各位你敢知？第一，无互你来做人才，你要怎了愿啊？啊，你无了愿，你哪有功德啦？你无功德，过去的业，6万2的业，你要安怎甲抵消啊？所以你无做人才，袂使啊。第二，你要想，咱若无学着施舍的心，你没有舍就不会有得嘛。各位姐姐，你听过这个刚才拢讲啊，没有舍怎么会得？你无牺牲，
你无牺牲你真的你真的一个福报，你无牺牲你真的享受，你人甘免做等去天顶安稳的坐伫个顶悬，爱想。咱若有钱上好做啊，过真诶，咱台湾人做关一个，我毋是真在讲诶，真正哦。哦，我们台湾人哦，喜欢布施，喜欢财施，世界有名的啦。有一个意大利的什么神父来台湾，因有问意大利是毋是疫情很严重？无一礼拜啊，咱台湾讲偌济啊，毋知几亿呢，一日啊2亿呢，好惊一个，毋通搁关啊，无需要遐济啊。这个人哦，伊嘛是老实啊。伤多，伊应付袂来，感觉可惜。讲恁关起哦，其他人啊，拢你关起哦，其他人。哦，所以各位真诶，你爱为你诶啥物人生绘出你诶小办道诶蓝图，就要爱做。安尼你诶人生袂迷惘，你诶修办诶目标会更加明显。你袂因为任何诶困难困境，互你诶啥物啊？修办都失去方向，互你行唔着。所以你绝对在画出来，画出来了后，你要立下功课。各位姐妹，咱人袂使一天无修得。我们既然刚到场，你既然挂一个修道人的名字，尤其是你是白羊天使，你修得了，你搁爱办德，你袂使一天无修得，你袂使一天无办德。逐工拢爱修，逐工拢爱办，免怎做，想办法来。所以你要为自己立下功课。你若想要度人，你想要成全人，或者举例啦吼，啊无你一工甲拣一个你个食材啦，甲问好啊，这讲是咧办道，办道的前步，准备动作，迄个准备动作，你先甲人保持。迄个善因缘啊，毋通讲完全无联络啊。你著一工拣一个就好啊，过真诶。你有100个朋友吼，你著3个月愈一个。问题是吼，安尼靠咧联络啊。啊无过时吼，你也想啦，互我家己嘛咧反省啊。互我脸书吼，你有咧用脸书哦？有一尾才较年纪较大个做吼，其实互我嘛足少用啊。啊，毋过正为着要甲咱越南道真结缘吼。越南道经，我咧越南道经讲，伊较少咧用赖啊。啊，互我是讲吼，啊，你较少用赖，拢用啥物啊？拢用脸书啊。互我就开始甲旧个账号搁顶出来哦，原来用脸书啊。所以真诶，脸书顶悬的朋友不老百个啊。互我迄阵是咧耍游戏，脸书另外一个有几个，千几个朋友呢？不管是网友还是真正你熟悉啊，哦，你甲阮吼？无啊，真正无啊。有个人不然咱拢无联络啦，啊，过你也想啦，你若有一工向用想着，哎哟袂使，我爱度人啊。结果你的朋友拢无咧共联络，看你去度啥啊？你共讲话伊拢会想讲，这个人哦，即久无联络嘛，毋来找我，有啥气度无？保持联络，所以互我是记一个例啊，你要为自己立下功课。每天修怎么修，每天办怎么办，一点点都没有关系。赶快下着咱迄个横啊，敢知意思？横过来横啊，下着咱会经一句话，各位拢好听过，君子自强不息。精进搁精进，精进搁精进啊！精进毋是一句做多做，是有计划。有步骤，循序渐进，每天不停。你一工做一点仔，一工做一点仔，逐工拢爱做，一定要每天都做，毋通看工，是今仔日做完。互我讲的毋是你的工课哦，头家交代你紧做哦，道场有咧办代志，迄有时间是你紧做。我是讲咱的计划啦，有时阵迄个代志都毋是你一工两工做会到的。后学是提醒我们，咱大家互相勉励，你要有那个恒心啊，你要有恒心哦。第三，你要依照蓝图建立阶段的目标。
你较有每天精进的力量。所以互我就想是讲，互我要开始安尼做，互我要开始做，啊，毋过互我突然想到，互我吼袂晓度人，我真正袂晓度人。互我追求到到阵吼，度无几个人，啊，我嘛在反省即件代志啊。啊，真人歹度，我头仔讲过啊，互我即个人做避暑的，我妈妈拢讲我做避暑的，迄是咱的本性吼，咱对细汉到阵人咧，啊，真嘛无咱解决啦，问题是嘛无改变较大，所以互我真正都内向的。尽免调整咱家己吼，啊，毋过朋友你着久无联络，你要甲讲道理，你要来就得都有一段困难啦。所以，互我爱做计划，真正爱定期来联络啊。问候请安嘛好，你先慢才讲求到的，问候请安嘛好，就是维持迄个联络啊。我就开始要来做，然后咧，人歹度，莫要紧，赶紧，度人有度人的功德。劝化有劝化的功德，你只要开嘴邀请别人来求道，不管伊要来不来，你都有一条功德，叫什么？劝化有功。正如我讲的，这是范讲师，伊去李天，你有啥物甲讲的吼？真正挂着功德榜顶完咧写功过段，再来第四吼，第四有助于办到了所有能力。所以你拢爱去学，所以吼，其实你咱排一个 schedule， 咱英文叫做 schedule， 就是你的行程啊。我今年要学啥，我明年要学啥，我后年要学啥，一项一项慢慢学。第五，学习管理，用一个工具合作你啥，把这代志管好。有一个第啊，这个是自我成长，这个是学习啦吼。时间的观念啦吼，我。今日就说到这。那不耽误我们等一下课程的进行，你看再来个切的话哦。那后学哈，这个题目是在1、2个礼拜之内浓缩出来的，后学到后学，所以内容上有很多不足。希望我们点传师副先生还有点传师还有我们浅显都给后学指正。那后学咱们跟咱点传师分享，哎，拢赶快，不管我话讲了多歹。不管互我推着了好歹，咱所有的讲师一个心拢共款，希望对咱受到办道有所帮助。我咧讲的时阵，然后记我咧讲出我言语有伤害到各位前人，各位前人，请原谅我是无心的啦，咱是咧互相鼓励，大家互相成长，总是希望咱会当跟你理解，大家相聚一起。不要浪费我们这一生了哈。那时间刚好到这里，那后学就简单报告到这里。那感谢各位学姐了哦。那希望有机会我们大家共同来努力。那后学要邀请各位哈，因为头汉做什么还是喜欢往国外跑，因为有一个关你不必了袂使。后学也鼓励各位前线啊，你若感觉台湾人歹讲我外口好读。你就配合我们点传师，往国外开荒去计划，各位前人，唔免随着教，但是你要起步开始计划，